镜头转来，咱国来关心台南的柳营科技工业区内底一间工厂，第昨下晡发生起爆意外，工厂内底设备全部拢互爆甲乱七八糟，30个工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有赶紧走出来有疏开，加载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工厂内面的设备乱糟糟，铁管、铁架啊拢正甲歪去，规涂骹拢是碎玻璃。台南柳营科技园区内面的应用材料工厂，昨下昼4点多发生起爆的意外，火岗山内面30位员工拢家己走出，无人伤亡。我们现在进入2楼的爆炸的地点进行查探。厂区内面乱糟糟，就知影迄当阵威力偌大。消防人员带着员工去2楼的顶楼导疗区看，初步判断可能是2楼所藏相关化学物料到1楼顶楼反应区的过程发生激烈的反应。压力即家无法度消透，就经过管线搁传登去2楼，才会发生气体爆炸。刚爆炸的是这一边嘛？好。虽然厂区内面真侪设备拢正甲东倒西歪，不过正好加在无员工受伤。现场损害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，消防人员甲厂商评估做落来应该无危险性。现场由封锁线开始调查原因，并且修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